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屏东万满万金中有一座万金圣母升天，是全台湾亲老的天主教堂建筑，村民去上高架，如系天主教徒。当年圣诞夜的为做到庆祝圣诞节，万金村民也会发挥创意，雕上各种贴配的压过嘢，如天主的、韩国看奖的东西，也算体体验布摆耶稣出世的马槽的情景。看那过去乃如系夜晚夜白天火，非常闹热，mang有生态气氛，如像系宗教小镇样的，故所如果上来饱满的人潮，向下来看那一年嘅生态夜嘅盛况。今日咱伫这万金，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希望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也要记得1861年150年前，西班牙的神父们来到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来到万金，把基督的福音在这边播下种子。12月24平安夜係天主教徒嘅大日的，喺屏東縣萬萬鄉萬金村嘅萬金聖母升天夜日舉行嘅致夜彌撒，向嘅生前送飯的人來朝聖。念聖經，希望未來今年平安喜樂。韓國今年係升天傳教150周年，情有意義。我們教友也希望參與這樣的一個禮儀，這樣的一個彌撒，甚至在這邊唱歌之後，享受到的、得到的那種喜樂也好哈，真的在我們以後的生活哈，去帶給別人平安喜樂中二學嘅成員呢，團青年會、學生會，和組成報家人嘅隊伍，睇行嘅行，行來行去，家家戶戶去唱聖歌、唱家人。平安夜裏真平安，小小耶穌來世上。報家人嘅學生嘅談論聖經，愛主人接聖經耶穌，愛本義的飽滿嘅祝福。聖音就是代表一年的耶穌的到來，然後親了他就會平安喜樂，然後親了他就代表你愛耶穌，然後耶穌也會更加的愛你。覺得非常的祥和，然後非常的喜樂，對，心情會非常的平靜。報家人之外，還有讓聖經遊行，聖人呢打扮做聖母同聖玉石，喺天使嘅評論下，使人優差去接聖經耶穌，場面莊嚴溫馨。可能以前都是去跟朋友去過，然後這次是跟很多人一起過，而且是來到天主教堂。對，我覺得那種感覺是真的很不一樣，非常有耶誕節的氣氛。萬金村仲高興嘅聖誕節氣氛或熱鬧係有原因嘅。
万金圣母升天是台湾最老的天主教堂建筑，喺1869年就西班牙古堡式建筑打造。500年翠圣母係教堂主保，也只個咩係台灣第一座有教宗風嘅總操升天。它在我们天主教来讲是最古老的教堂，它有140年，它建筑有140年，就是1870年的时候落成。那它有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一直都自己维护，然后自己在使用，因为我们拥有了就是跟原本一样的面貌，都没有改变，所以被列为这个我们也是我们本村的人自以为傲的地方。万金村还係全台灣最大嘅天主教宗頭，細細宗頭設上客家嘅居民魯信天主教，嗰所當然12月魯從係嘉年華樣嘅安鬧日。我們這裡因為教友都住在一起，集中在一起。那我們專辦那個聖誕燈的時候，也是一戶接着一戶的這樣連在一起，連在一起看起來就比較漂亮，比較華麗。我們的神父也舉辦那個燈飾，還有馬槽比賽，連續辦了4-5年，第1名3000塊，人家為了要得到3000塊的獎金，拼3萬塊的成本去裝飾，所以我們萬金就這樣子變成了一種風氣，大家就會去比較所謂的輸人唔輸陣。Desde Banquín nos deseamos a todos muy feliz Navidad y próspero Año Nuevo.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事事如意。好，祝福卡卡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祝大家聖誕平安喜樂。為到迎接聖誕節，萬金村民通過嘅鐘頭仲都更加緊啦。家家戶戶吊為個貼片嘅聖誕燈，喺佢畢業扶貧嘅隔壁，發講敬業嘅扶貧中，細天使神內也有各種操件，請上人嘅注意。每個都凹嘛。迷路啦什麼啊，我就跟人家凹一個不一樣，這個都我自己親手凹的。對啊，還有上面那個聖誕快樂也是啊。有的村民唔但強調燈飾，還用心嚟做佈置，打造耶穌出世時節馬槽嘅景象，差唔多家家戶戶就有無窮用嘅聖誕裝飾。就是聖誕節之前呐，我們要把它佈置得像耶穌聖嬰的馬槽，因為耶穌誕生哈，它是一個紀念日啊。每年天主教徒就是都會做這種動作，然後神父也會要求，已經是算是一種習俗了啊，意義就是迎接主耶穌的將來。自發性的，這個講做馬槽啊。好像你講做過平安呐，這個是以天主教嘅信教性質。村民過刺痛，喺聖誕節前也創意通路建造佈置，直至到萬金聖誕村的名義一撒傳一撒，見來見出名。因為我們這裡做這種動作並不是商業行為，我們是出自於內心，我們是由教友自己去做，自動自發的，然後外界的人。也聽到說萬金這裡還蠻漂亮的，就這樣子一傳十十傳百，經過了差不多10年的時間，這樣累積下來了以後，他們就很多人渴望這一天。我每年都來感覺到有個萬金村嘅聖母堂哈，也得改好，而且裝飾也得大概有時一定要裝潢，大家很同心合力啊。佢
就圣母堂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同心协力布置的成果真的很漂亮。那个人潮其实就一年比一年多。印度就有生意好做，各所有人开始動腦筋發展周邊商品，生態平安高行，因內服品種親有高潔的氣氛。萬金村附近150周年的紀念式書包、紀念盒塞，都係賣嘅親好嘅商品。销售不错，因为好多人看到啊，好可爱的小书包和中书包，可以拿回去当纪念品。今年就是150周年嘛，哈，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纪念的磁铁。那相对的，我们也是在地创业的一个商机。彩天藝術家王先珍還用14家嘅作服做主題，設計印內列嘅鏈呢，想牽動人的注意。唔會慘呢，那除非發現到有3-4本人買呢，假使係天主教徒啊，伊看呢迄路東亞嘅乜嘅意思？迄假使唔係天主教徒呀，因為感到個新鮮啊，我哋冇嗌過呀乜嘅咧。本原料一筆提筆嘅紅畫圖，模擬下邊環境交通就畫好嘅。利用藝術創作，王先珍同天主教喺環境當地發展嘅體育文化呈現出來，每本遊客做得同感通帶歸陸下。做筆啊，如果拿了是的啊，按又可以看得到環境狀啊，無論幾多來都可以聽到來呀，有些藝術有些文化可以聽到唔在話。唔單止店家同藝術家看好環境生態村相應來嘅相啲，屏東縣政府未留下嚟150周年同慶嘅時間點講嘢，屯生音樂規則日，打錯變做生態規嘅發通，將要帶動順氣嘅觀光。如果我們在充分尊重宗教節慶活動的一個原則下，那我們把它行銷，我們把它建構成一整個月的一個聖誕季活動，我們就可以搭配周邊的旅遊、周邊的一些農特產品，讓這個地方形成一個觀光帶。其實平安夜日對下晝起時，萬金村就有千多人入來，想愛感受聖誕節的氣氛。連啱尾萬金萬母聖天前的路就已經降到飽滿。韓國今年擴大宣傳，人潮至少比過去多加為一批。其實每一年人都很多，對，但今年真的比較大型一點，對，就是攤位人潮啊，有多一點，對。聽廣播啊，有講這個啊。然後就想說，趁這個聖誕節來這邊感受一下聖誕節的氣氛。我想人潮多哈，人該多本來該歡迎，但係我也希望大家人喺度講來到教會來到聖堂嘅心情心態有一點不同哈，來也係的一種感恩，一種祈福，一種做一個調整對。弟兄們，請您記得，望全能的天主幸福是咱共同奉獻的聖祭，望上主將你的手中是這個聖祭。細細萬金村mang具有聖誕節溫暖的氣氛，嗰種係宗教的西裝頭，對西班牙漂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宗教信仰。我睇萬金村民親真心、親熱情的祝福下，繼續傳唱百年。